呦，你也来了，你呀！停！哎呦，你看，好。雷兄，段兄，请。江南段家家主段飞鸿携门下弟子赴宴，请落座。武当派青灵真人携门下弟子赴宴，请落座。仙侠派长老揽月尊者携门下弟子赴宴，请落座。慧月阁阁主司马陆沉携门下弟子赴宴，请落座。虎爷，多年不见了。门主，这位是？没大没小。在下岭南老字号温家温良。我们老太爷说了，温家都是毒物，出门见客怕英雄宴上的客人都不敢吃菜了，所以往年从不赴宴。今年没办法呀，是虎爷办宴席，温家不敢不来。我是个小毒，毒术不够精良，还请大家放心吃喝。虎爷，赶紧给我滚进去！得嘞。老字号温家温良赴宴，请落座。再不来，怕是过了吉时了。我看这唐门摆明了是不给雷家面子，这压根儿不打算来了。我看未必这么简单。这雪月城不是也还未到吗？没准是串通好了的。如今的雪月城大弟子就是出身唐门，或许压根儿唐门已经说服了雪月城，打算将雷家排离出去了。那温家的人怎么还来了？你也不看温家派了个谁来？你听说过这人吗？你没听说过我？没有，久仰大名。我从没在江湖上走过，你怎么可能听说过我呢？来了，唐门来了。没见过啊。唐门外房执掌师范唐皇，唐门派出了这么有分量的人，除了几位长老和老太爷，现在唐门地位最高的就属唐皇了吧？看来唐门还是不敢怠慢雷家呀。这两个人是？一个是唐门用毒第一人唐玄，一个是唐门天亚手套的传人唐七杀，都是外房如今的掌教师范。和他们相比，温家只派出我一个，的确是有些怠慢了。千虎，等我吃完这袋烟就下来。无妨。
千户，久等了。老太爷亲临，等上1天1夜也是无妨的。好，可比你爹有礼貌多了。唐门唐老太爷携唐门外房吃饭，唐皇、唐玄、唐七杀赴宴。无上天尊，唐老前辈多年未见，依然这般神采奕奕。得真人的福，